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天气热，真侪人爱食冰。徐律师来公布着6件卫生的标准无合格的冰店，有几啊间拢真出名，像这个清源、鲜芋仙、酷盛食、甘蔗妈妈等等，拢伫个无合格的名单内底，拢是大长捆超过标准，拢罚款3万块。 天气热逼逼，民众上爱啉一杯凉喝。不过，伫咧台北车头附近的一间饮料店——甘蔗妈妈分店，却是署抽验出大长杆菌钞票。问题就出伫咧这杯冰格内底。制冰机管线啊，就是管线有一些垢啊，有一些水垢之类的，然后就是会有菌啊，然后就会流到冰块那边。 记者讲，做冰机的讲煞过去，才出代志，即摆已经全部换新了。却小数抽验出有大长杆菌钞票，除了甘蔗妈妈，佮包括清源、Costco、阿记王来冰、鲜露鲜，小数拢各罚3万，限期改善。即摆抽验371间业者26间表示无清楚，或者是无确实，亲像卡路里就증차108000里。 好，它现场标示它的总糖量是两颗方糖，那实测的结果12颗左右啦。就这一杯跟它的标示值差了10颗。李记红茶冰卡路里是差甲济，小数嘛要求业者爱讲实在话，让客才袂互骗甲讲说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